Hello，今日呢，我會嚟同你分享到我手上呢一支 MDCI 20週年推出嘅香根使者香水，一支可以話係我完全冇聞過嘅毫無性別感嘅香根草類型香水。想了解更多嘅話呢，就一定要繼續睇落去啦。好，咁影片開始之前呢，當然要再次感謝 Satin Niche 嘅邀請，等我可以嘗試到呢一支 MDCI 嘅新香水，同時呢，又可以等我用廣東話嚟拍更多影片啦。咁 MDCI 呢一次 Vetiver Message 香根使者嘅呢一支新香水呢，真係一支完全出乎我意料嘅以香根草為主題嘅香水。呢一支呢，亦都會係 MDCI 呢一個小眾而奢華嘅沙龍香品牌創立20年以嚟首次推出嘅香根草主題香水，所以喺聞到呢支香水之前呢，其實我對佢嘅期待值已經係拉得非常之高啦。咁今次 MDCI 嘅呢一支香根使者嘅香水呢，係一支品牌想要打破香根草一個比較深沉嘅，甚至有時會帶有一種煙燻感、苦澀感嘅木質調形象嘅香水，所以我會話，如果你想揾一支 man 味十足嘅香根草香水，咁呢一支呢未必可以滿足得到你。但係我覺得嗰一類型嘅香根草香水呢，市場上真係已經非常之多啦。今次我認為品牌同調香師呢，佢哋係想要打破呢一種香根草俾人嘅傳統印象，創造一支更加乾淨輕盈，甚至乎會帶有少少玩味感、美食調感覺嘅香根草香水。而呢一種香根草類型嘅香水呢，我認為喺市場上係更加少有，亦都為鍾愛 MDCI 呢一個品牌嘅消費者，除咗佢哋一啲更優雅法式風格嘅香水以外，另一個香氣類型嘅選擇。更重要嘅係，我認為呢一個稍帶美食感嘅香根草香水，亦都非常之迎合到現今香氣潮流嘅流行嘅同時，依然保留咗MDCI 呢個品牌應有嘅高雅嘅嗰一種氣質。MDCI 佢哋嘅香水呢，係分有兩個唔同嘅尺寸嘅，一個呢，就係我覺得大家更常見嘅呢一個75ml 圓柱體嘅香水包裝啦，仲有我手上呢一個100ml 方形樽嘅呢一個包裝。咁其實我自己係幾中意佢哋呢一個包裝㗎，我自己之前都有入過2支佢哋100ml 嘅香水。咁我哋講返呢一支香水最重要嘅香氣啦，咁呢一支香水由啱啱噴出嚟到1個鐘頭左右，你會先聞到嘅係一陣酸酸甜甜嘅柑橘調，但係我唔會話佢係一個新鮮多汁嘅香橙或者檸檬嘅嗰種果汁嘅氣味，佢反而會令我聯想到一個橙味嘅益力多即係佢會俾到我一種乳酸飲品嘅嗰種香味，而我覺得呢一陣酸甜感嘅乳酸菌氣味會係一個非常之玩味啦、活潑啦，即係尤其是當我哋返工返到悶悶地生活感到有少少煩躁嘅時候，聞到呢一陣酸甜嘅乳酸菌氣味，我覺得係真心幾討喜嘅。而我會話咧，呢種橙味嘅乳酸菌飲品嘅美食調咧，會慢慢地進化到一個由甜度更加明顯少少嘅西柚、菠蘿嘅果香，再加埋帶有堅果味嘅忌廉威化餅，同基調嘅呢個湯吉邊啦、安息香啦，同埋香根草嘅木質調結合，就會形成呢一股咧，你喺穿戴呢支香水絕大部分時間你能夠感受到嘅香味，有別於市場上大部分帶有泥土感、更沉實嘅、更適合喺秋冬去穿着嘅呢一種香根草嘅木質調。MDCI 呢一支香根使者嘅香水咧，絕對係一個1年4季可用、更輕盈、更玩味，可以話係更有休閒感嘅香根草香水。我亦會話 MDCI 呢一支新香水咧，係有打破到香根草俾我哋傳統嘅嗰種更沉穩嘅老派紳士嘅木質調香水形象，打造咗一個更現代、更時尚、更具有親和力嘅香根草香水。而我覺得呢支香水入邊
甜度唔會過高嘅呢一個美食調香氣呢，亦係一個不管男女都可以輕鬆嘗試駕馭嘅美食調感覺香味。咁最後講一講呢支香水嘅表現力啦。我覺得呢支香水係唔需要多噴嘅，我自己噴4-5下嘅情況下啦，如果你有噴到喺髮尾啊、衣服上面嘅話呢，1個鐘頭以內啦，我覺得伸手距離人哋都可以清晰咁聞到呢個具有換味感嘅美食調感覺氣味。咁最後佢殘留喺皮膚啊、衣服上面，佢呢個微微帶有果香啦、堅果香嘅奶感木質調呢，都可以喺我身上維持到接近7個小時。所以我覺得不管係日常嘅返工啊、休閒嘅聚會啊、出去拍個拖啊，整體嘅表現力都係完全夠用㗎啦。咁呢度都俾你做返一個少少嘅參考啦。所以最後綜合嚟講，我覺得不管係你已經擁有咗一啲咩味更濃、更傳統形象嘅香根草香水，還是現今呢美食調香水如此熱門嘅情況之下，你想揾一支更中性、日常百搭、依然保留到優雅感嘅美食調香水， MDCI 嘅呢一支全新嘅香根使者香水呢，都絕對值得你去試下啦。好，呢一個呢，就係今次 MDCI 全新嘅呢一支香根使者香水嘅不專業香評啦。咁唔知道香根草呢個木質調嘅香味係唔係你嘅愛呢？大家有興趣嘅話呢，一定要自己親身去試香啊！咁希望你哋會喜歡我今日嘅影片啦。喜歡嘅話記得按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個頻道啦。咁我哋下支影片再見，拜拜。